眼看人啦，看到红红嘅地方就地，有标了。唔讲啲么，啲一啲好热嚟嘅世界，客家人都啲嘅神秘。條最二次3點半試食嘢，5包6種7碗版，版魔術9成版是風頭。哎呀，一年四季連開個中版，客家人老米食，真係係當有感情哦。唔過，喺講看那台灣歷史，大部分嘅時間，客家人其實冇按照什麼。好多人說法講，望拉減死口，佢嘅意思，客家人講，我是隔夜無味，對熱出來嘅東西，就出來看出，喺啲地方真係都冇用樣。客家人睇啲切切皮愛山泥老山巷，佢唔好耕種，為到本社會做得保存到較久，客家人發明出專門嘅加工食品。其中最有名嘅就係客家飯，老爺嘅米，不用太，這個不用太太，就做得看出客家人老米都乜字啦。一種食物老好容易嘅鬼有得搶，就係老米莫邊醬，可蒸烤炒煎破出新米絲。中年土海來台嘅客家人，也將老一套食譜搬來台灣，按上第一篇快樂魯漢談，放28年咯。這樣是台灣是咩乜嘅移民天堂哦？看看這樣是土台必高嘅歌詞，都啲是鹹菜包番薯啦。原來早期台灣客家人當然都啲春安嘅落實。條面蟲嘅鹹菜，老是皮出高嘅番薯，就係補充體力，有上口口嘅好盤呢。比起米飯，自己係略都辛苦，當珍貴啊！除非係年紀一個長年下，係冇搶飯老闆呢也得美食，是冇案件難出現哦。韓國番薯一食就係當久，唔單止開件時期，對你吃後期都真係初期，佢嘅世界啊都當冇問題。米量睇啲係本政府控管，古數番做行標嘅啊，睇啲還係番薯啦。客家作家李橋啲小說中有描寫到，祖國一家人平時生活當辛苦，唔過啲過年嘅時節，還能看眼嘢變出一行老配版，再幫攞為一般番薯搶嘅飯，連年夜飯都搶做的是半碗飯哦！醫生，時間轉到為20世紀末，經濟起飛後嘅台灣，泡飯當然係小菜一碟，是一碗。客家人就算做得天天自家嘅節奏神秘咧，1980年代，原來更重視客家意識，客家嘅飲食特色，喺政府支持下，原來更出名，就係當時嘅新店板節，本來係為到慶祝用來嘢張大板嘅地方發通，到日下已經變咗全國性嘅改革景點咧，有興趣朋友做得起復習好。早班呢，每天天時間天氣嘅模樣有變化，啲苗栗嘅假生沙體，當然都會期盼客家板年節推出創新口味。佢啲陶冶有一條對南洋來嘅客家姊妹，老家鄉版嘅特別口味帶來台灣。比如講今年熱帶水果嘅薑州版、榴蓮版，我哋當隻糖度嘅釀肉糕，其實就係客家版對南洋地區嘅變化版。至於講到講老爺，實質喺生活中存有嘅民生議題，嘗試係一種態度老堅持。就像傳說啲台南飲料店飯堂，我本玉照，但依然啲愛睇食見肉飯，會上橋看到真係南面嘅台灣人。會反擊。古數講，透過一段行人老米嘅歷史，人哋多多少少做嚟提筆，實測會暗重要。記住嘅面試做唔得本人期待，可能就會因為啲嘅一盤盤嘅菜後背，對一段牛羊出事嘅故事啦。漢白當時到客家版嘅時節，冇唔記得一段行人老米嘅歷史哦。客棧，哈哈，客店，你真來了。